星級論證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星級論證，我係星展銀行嘅周國威的。咁啊，睇翻咧，自從美伊雙方咧停火之後咧，股市都延續到個反彈啦。咁見到喺美股方面咧，更加係創咗戰後嘅新高啦。咁見到港股雖然都有反彈啦，咁但係個升幅咧稍為就落後美股啦。咁啊，喺星期四咧，即係琴日咧，終於都突破翻26,000企穩嘅水平，去到挨近26,400收市嘅。咁見到喺港股入邊咧，恒指就落後過美股啦。咁而喺港股入邊咧，見到港交所相對嘅升幅咧，都算係相對比較落後啊。咁見到琴日咧，反而有個逆市下跌嘅情況出現啦。但係咧，投資者似乎都仍然就係相對睇好港交所嘅後市嘅。咁見到個氣氛好翻啲嘅時候咧，成交亦都有所慢慢回升。咁嚟緊今年咧，仍然係相當多 IPO 嚟緊上市啊。咁所以投資者可能認為咧，中長線都仲係港交所有機會提升一線啦。咁見到喺落後嘅情況之下咧，資金都流入一啲咧保守長年期嘅港交所 call 輪咧，去搏一個追落後嘅部署嘅。咁咧今日帶上嚟呢隻港交所嘅 call 輪咧，大家可以參考翻就係22806。咁啊22806咧係琴日見到有唔少資金流入嘅港交所 call 輪嚟嘅。咁啊條款特性見到就非常之貼價啦，行使價挨近喺419蚊附近。咁年期就相當之長啦，去到2027年嘅6月先到期嘅。以港交所咧，琴日見過大概410蚊呢個關口做一個參考嘅話咧，對應嘅理論價錢咧大概就係1.04嘅。如果用翻大概20蚊嘅水平，即係去到430蚊做一個上升參考價嘅話，假設持貨一個星期嘅時間值損耗同埋引伸波幅不變嘅話咧，對應翻430蚊呢個心理關口咧，20806嘅理論價錢大概就1.2仙七嘅，比起頭先提及嘅1.04呢個位置咧，潛在有大概挨近2成嘅升幅㗎。